学校了国小伫教这几档啊，就是因为吼，看到迄囡仔呢，足欢喜学唱歌跳舞啦，嘿，看到要表演的时啊，迄老师真无闲嘛，就是讲是毋是讨论讲是要跳还是无爱跳，要比赛啊无爱，所以就甲老师教因时老师就参详吼，就讲囡仔是一个真爱唱歌跳舞的一种个性啦吼，迄种的时间是真快乐，嘿，所以若是会当，互因去唱歌跳舞表演吼，是真欢喜、真快乐的学习安尼啦，吼，有这个回忆吼，有这个上台表演的回忆吼，嘛是足难得的啊，所以我就甲老师讲老师咱几工仔无闲吼，但是有可能吼是囡仔一世人改变的一个机会啦，吼。所以咱爱把握囡仔黄金的时期啊，咱互囡仔去上台唱歌跳舞，吼欢喜学台语安尼啦，所以就继续把这个表演吼安尼进行安尼，一切都是真顺利、真圆满安尼。